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6篇，以赛亚书第60章第17节到22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到第5节的第5章的第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由意志。时常遇到一些未受洗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们这样说：你所说的上帝不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吗？为什么不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创造大家都是基督徒，那就好了。这样的说法在乍听之下好像似乎蛮有道理的。是啊，如果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人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那么基督徒应该也就不用传福音了，教会里面就自动坐满了人。牧师并不是这样的认为。两个方面让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这个一出生的时候就变成机器人或是 AI， 没有思想，没有自主能力，没有自由意识或是选择权。另外大家都知道欧洲的基督徒人数在骤降当中，那我们也知道早期欧洲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虽然不是受创造，没有选择权，但那一些欧洲出生的人都在选择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那种家庭出身的那种典范。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欧洲人都会到礼拜堂去敬拜上帝，教会也没有实际的坐满了基督徒。那为什么呢？上帝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到第2节记载了上帝跟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上主这样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能为我造哪种殿宇？给我什么安息的住所呢？我亲手创造了宇宙万有，我看顾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从我的话的人。上帝看顾谦卑痛悔的人，喜爱听从上帝话语的人。虽然以赛亚书的时代并没有自由意识这个词，但却告诉我们了这个基督徒选民要愿意谦卑自己，高举上帝，要愿意去听从上帝话语的人。以赛亚先知也这样提到，人在自由意识之下的另类抉择，这就是远离上帝。他说，至于一般人，他们为所欲为，他们杀牛是做生计，或用人做生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献小羊，或是杀一条狗，献素祭，或是献猪血，烧香祭拜，或是向偶像祈祷，都没有差别。反正他们高兴用可厌恶的方式崇拜，所以我们要降下他们最害怕的灾难。因为我呼求他们不答应，我讲话他们不听，他们故意不服从，做我不喜欢做的
事。为什么人有这种服从的概念？这不是说出自于自由意识吗？自由意识的选择之时，人却仍然选择离开上帝。上帝给人自由意识，去要人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面来行走。上帝之后就能够起来顺服他们。上帝的旨意选择来跟随基督的脚踪，追从上帝给予永生。以赛亚先知又说：敬畏上主的人啊，你们要听他多久嘞？他们因为你们对我忠心，你们的同学有些人恨你，跟你们断绝了来往，他们讥笑你们，说：让你们的上主显出他的伟大，好使我们看见你多么高兴。你们要跟耶路撒冷一同欢乐，凡爱这城的人都应该要高兴。他们曾经为他被爱的人，现在要跟他一起欢乐。你们要享受那繁荣，正像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上主这样说：我要使你们长久繁复喂奶的孩子，在母亲怀抱中受伤爱护。我要在耶路撒冷安慰你们，安慰自己的孩子。关于自由意识、自由选择，保罗自然有他自己的定见。保罗说：我们有自由做任何的事。这句话可能是不对，可是很多人都在使用了哈。然而这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帮助人，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而着想，而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若市场上面所卖的，你们都可以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大地和其中万物都属于主。当然，这个主题它所指的是关于祭拜过的食物的问题。基督徒可以自由的选择吃或不吃，只要愿意献上感谢，只要对工人有利益。保罗说：那么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上帝而做。你们无论对犹大人、希腊人，或是对上帝的教会，都不可以使人跌倒。你们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就是要使大家欢喜。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好处着想，而是关心大家的好处，为要使他们得救。正如我们昨天所说到的，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意识，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虽然如此，上帝的时间就是我们要去选择的，是跟随他呢，或是去顺服呢，或是去敬拜他呢，或是获得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呢。诗篇76篇，上帝在犹大人人认识，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人都尊崇。
他在耶路撒冷住处有锡安山，有居所，在那里他折断仇敌的弓箭，毁坏他们的盾牌，刀剑各种武器。上帝啊，你多么光荣！你击败了敌人，让群山回来，多么威严！你们的勇士所掠夺的全部被抢走，他们的战士长长眠不起，无法反抗。第6节，雅各的上帝，你一斥责他们，他们的战马骑士就都死亡。上帝啊，你可敬可畏。你发怒的时候，谁在你面前站得住脚？你从天上宣布你的宝书，你站起来宣判，要拯救被欺压的人，全地畏惧，默默无声。最后，诗人的愤怒将使他来更受欢迎，或是被捕到罗马政府。人的愤怒将在你更受尊崇，劫后余生的人谨守你的节目，要向上山，你们的上帝常报兴许的，邻国都要向他敬买进贡，敬畏他，他作者王子的骄傲。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拯救我们，并且赏赐我们自由的意识，让我们能够学习决心来跟随你，学习你的典范，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主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